好，其實這詐騙集團呢，常常會利用這個假消息拐民眾來掃 QR code，也是講拐人個資，甚至是偷錄你的信用卡片。上北市警察局甲這個悠遊卡公司是來簽防詐合作備忘錄，建立延後有疑慮的買賣，也來鎖定這個 QR code 有效時間等等的措施，希望會當建立預防機制。那另外呢，這 NCC 嘛來實施會當查號碼的語音警示功能。即馬買物件食飯，真濟人攏會慣使用 QR code 納錢，不過這煞正做詐騙集團的新目標。警察指出，詐騙集團會透過假著獎通知、釣魚假簡訊，也是假網站，拐民眾掃 QR code，佮要求辦電子支付，也是輸入口座的資料，騙個資佮偷錄信用卡。上擺警察拜時甲普遍有關的悠遊卡公司簽防止詐騙合作備忘錄，加強電子支付防詐。你的 QR code 停留太久，被拍照走了，拍照走了以後，詐團就馬上用你的 QR 去相關的 POS 機上面就大刷特刷現在金管會也有要求，希望這個 QR 產生以後幾秒鐘以後就消失。警察甲悠遊卡公司合作，未來若發現用電子支付有詐騙風險的時，除了會透過165聯防備台即時通報，賣設延後買賣保留款項，讓警察有時間介入查證，避免民眾的錢一個都互詐騙集團拐去。希望甲打擊詐騙的工課，為事後的查緝提早到事前預防。簽署 MOU 來創造公私協力的主要目的。那這一次的合作的重點有5大項，分別是驗證、風險管控、攔阻以及識詐宣傳。更重要的是，未來我們積極的做教育訓練的合作。除了電子支付防詐 ，NCC 嘛佇7月初一開始全面導入穩狀號碼語音警示。民眾若接到穩狀號碼電話，會先聽到這是穩狀號碼電話，請注意提醒，提高民眾的警覺，減少民眾受到詐騙的風險。記者郭金榮、志剛台北報道。